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竹东推广山歌比赛由办杂司机按计为哦。新竹县政府为到传承推广客家音乐，按算争取前瞻计划，浪漫台上线3亿元的预算，替竹东镇为打造为3公顷安排的客家音乐村，结合人客服务中心、交通转运站的功能，同竹东打造做客家音乐的基地。不过，由于乡亲质疑，也个体型建设并无对准采体需求，音乐人们有对为义理哦，讲为推广客家音乐，而能亲切的怕唔系新的观赏。看到南北嘅管理人员唔会有问题下，会有变做体型门的观摩咯。都讲讲去台风从山歌冲到游乐游戏，今年100亿客家山歌比赛，连登54年，替新竹竹东攀到过闹热。竹东客家山歌比赛是喺全国历史1.9参加人数最多、最有名嘅山歌比赛。各所官方就想喺屯竹东打造咗客家音乐村。新竹县竹东镇山歌啊，客家山歌传承50年了哈，今年也提53年，所以客委会李主委是讲，你客家山歌既然都主动传承半个世纪按求，应该有大概客家音乐的一个基地，或是一个创作中心了哈。那我就跟主委提议说，黑妹你县政府呢提供土地那中央的客委会呢来提供设施设备，这样我们就可以中央地方来合作李主委非常肯定，他说好，这样子就给我们核定了3亿多前瞻计划嘅客家浪漫推山线呢個計劃主要係想講用嘅硬體嘅建設來做嘅基礎來幫忙客家莊來恢復啦佢嘅客家歷史啦文化和主要面上來講來提升佢嘅財體嘅經濟和到觀光所以你俩竹東提出來了客家音樂村你個計劃佢個想法是認為因為地講竹東佢個山歌佢個文化的全世界係比較做得講係獨一無二嘅佢個特殊嘅文化所以因為美地講竹東佢本身就當豐富嘅歷史老文化所以佢哋按好嘅條件其實提出來講，而家要打造一家嘅客家音樂村主要係佢就是嘅結合到財體嘅講想講居民嘅生活嘅需要啦還有佢就觀光啦、交通一啲因素啦。竹東客家音樂村計劃方面，提竹東鎮工業一路、北興路一段工業2路當中，咁係由3公頃安排，計劃分做4期。第1期愛做希棚屯客家音樂村咯，第2期多功能旅遊服務綜合中心和個交通轉運站，第3期竹東行政中心，第4期文創商業屯旅館。希望打造有地方文化特色，又有各種用途嘅素材。打造出客家音樂村落基地，最主要是提供音樂人有一個後製作跟創作的一個空間。那未來浪漫台山線的所有的活動，可以在我們客家音樂村裡面做一個展示空間。那整個期程裡面，大概我們會在今年底完成整個設計規劃，後續的話會做花包的一個工作。主要係不應該小型音樂會的，差不多200-300個人的音樂會的。然後說中型的在1000多人的做音樂會，也可以大型的5000人的上萬都可以。從創作、後製、行銷，整個都可以在我們這邊成型，所以叫客家音樂村是這種概念，把音樂人不管是上中下游音樂全部集中在裡面，所以叫客家音樂村。
真的看谱研究，对作东来嘅新竹建立青少年管乐团的学生嘅，喺线上嘅带动下研究出爱好弹嘅音乐，又也到成绩是无按简单。學生嘅愛對作動操辦點鐘嘅公差，去到做別些演藝堂，能有長期好練。像亞vũ是姊妹主題管樂團，因為講年齡層練習嘅時間無相同，一旦也一往年一出去就係一公年。動就開始啊，動就開始是到倆，見到按部條，轉到我爬10點半的。對，我們就會花大把的時間在交通上。嘿，对，然后还有要搬乐器啊，也是不是很方便这样子。如果说可以有让他们可以练习的场地在地的话，对，就更好了这样。对，因为那边有好几个国小都有国乐团。地方嘅音樂性社團希望有圈圈內免費嘅場地好練，就像是碰上碰下弄嘅時間，唔顧晒看出矛盾，兼且場館喜好嘅，一類又有展現創作後製排練也到包山包海全能嘅客家音樂村。政府希望冒出去本人經驗，而有音樂嘅專業能力來管理營運網絡。係個冇本人經驗來某嘅場所，用嘅可能會團長期，唔是全家出去呢。我們總共有4個團然後我們每一位老師呢都沒有再額外再跟學生收鐘點費，就希望能把國樂傳承繼續傳承下去。所以如果有場租這方面的話，會對學生壓力比較重。希望講彩體嘅文化，彩體嚟講做得嚟免費，俾嚟提升地方嘅音樂，本地音樂做個更加好來。按佢嘅時間，用另外嘅展演、另外表演來傳承，讓做得容易。冇說用中央嘅經費到縣政府嘅經費來維持，讓做得。佢營運嘅方式啊，我感應希望講係咪係由我們這個縣政府或是經公所來管理啦，比較適當你也講用委外經營因為畢竟咧委外經營嘅收費一定當高所以只會失去我們成立來這個場館的一個意義啦。所以佢提出呢個計劃，沒有想到講，韓白佢做咧自主營運嘅時節是用 OT 嘅方式來處理，後邊等解種共相關性質後是來請一家好好嘅團隊從講推動嘅鐵花村佢哋營運得當好主要係佢有一家以後嘅營運團隊嘛所以咪希望講呢音樂村做咧請一家好嘅團隊講做咧幫忙到佢達成佢嘅預定嘅預期效益還沒做咧永續經營。這邊呢有人潮來以後就有商機，那我們這邊圓弧形的後半部呢就是小店。可以開很多小店，初期呢，是一半 OT， 有商機的部分 OT 出去，沒有商機部分我們公部門來經營，那就不會收費，最多只收清潔費。所以，他一些山歌班或是非營利團體，那個唔是當進啦唔會整區 OT 啦。2012年回到新竹，前創造養分的音樂人黃子賢，同關係蔡慶語文團體有幾多位跨界合作，未創造出幾多位東西。談講作動客家音樂村的計劃，而又強又少，向嘅係客家音樂有數到年重視，社會係音樂資源的分配問題。有一個其實比較矛盾，因為你推班動勢，可能比方講推班到新竹的一隻距離也沒麼安全，所以其實推班是1點鐘的時間。那台北本來它就現階段就有這麼多的資源了，那在新竹現在或是台三線的周邊鄉鎮，它開始要建置這些資源。其實倆下推班打在縣市、美黑都有錄音室啊。都有展演空間嘛，比如說文化局、文化中心，其實本來就都有。但是新的這個政策出來的時候，你要跟你舊的政策是並行的，一起是一樣的事情嗎？還是它有沒有一些戰略的考量？黃子賢認為，係講愛去觀察來本地等流行標誌，係唔當想辦法來屯落戶嘅好好利用，安尼音樂為韓國社區土地同彩體文化。
在新竹地方，其实老房子、老三合院就有够多了，对不对？那或许不见得是一定要盖新的东西，去活化这些老三合院也可以录音吧？能不能有人去规划老空间的声音学来做录音室？尤其係因你嘅音哦，老土地很近哦，尤其係客家音哦，都采体的部分，其實老因你文化采体文化动加近的，所以怎么样去把过去的文化跟现代音乐去做结合？我觉得那个题目比较迷人。做等优化部的 One Piece 天灯娱乐旋律，提做董事长跳恰恰，也喺歌手刘永聪创作嘅歌曲客家阿婆嘅 MV， 歌詞嘅好記，旋律嘅簡單，搭配畫面嘅形式，看當然留下嘅深嘅印象。劉永聰同四三行夫妻合作，唔單止表現出客家阿婆嘅藝術成分，還個表現出音樂人同載體用嘅用法。呢種就係有時間、有來往、有來有往，對我有認同，我要做歌嘅本，大家跳舞。對藝術家來講，就一件事情就會接地氣啊，接地氣對我來講就會降人氣啊，接人氣啊。按樣嘅事情就會，按樣嘅事情就要將迄個做創作嘅人講需要嘅。對政府安順13億元來去觀察，愛打造竹東客家音樂村的計劃，歸到新竹嘅下年持續創作客家音樂嘅劉永聰講，其實一個計劃架構做得團結成果，團音樂嘅人本身點配竹東整個嘅素材，唔看天體移動建築嘅導向。想要推廣音樂呢件事情，可能我有一個夢想法，即係講。可能咩單槍一個創館啊，從三個到底我用扮演將頭擺用三個啲嘅神法地位度有辦法發生，就係講到底有幾多嘅三個嘅先生，還有從三個人有辦法啲嘅觸動，好好啲啲片做表演，係想吼，就算用判發通嘅方式來做啦，講一禮拜衝禮拜3個，我想按用愛花嘅經費，可能喺一年底下愛做嘅某個音樂村嘅預算可能蠻多1%咯。做一年我想還有賺，還1%嘅預算還蠻多。做人工呢件事情哦，其需要嘅真金唔係講。多帶我有一個一個態度啦，所以就可以大家來去思考呢件事情。